東九文化中心個設計上嘅挑戰呢，其實分開兩個層面嘅。第一個就係你點樣好好利用周圍嗰個環境俾你嘅機會去接駁啦，去產生對話啦，去製造空間啦。咁特別係呢一個區形狀係好特別嘅一個三角形，其實好難用啦。另外呢，佢嘅鄰居係好多唔同嘅種類，有地鐵站有商場，有住宅，隔啲又有街市，過條馬路又有屋邨。咁用咁多元化、咁豐富嘅肌理，係點樣可以協助到我哋呢個建築更加好好地融入咗個社區？咁呢個係最大嘅挑戰。另外一個挑戰就係同我哋嗰個設計意圖有關，即係自己揾嚟嘅，即係可以咁講。因為我哋好希望呢嗰個文化中心裏邊普通時間，就算你唔係去嗰啲文化設施呢，都係可以自由穿插。但係如果係咁做嘅時候，當有節目上演或者有文化活動嘅時候，咁去參加文化活動嘅人同呢啲日常穿插嘅人流會唔會打交呢？點樣先至唔會打交呢？又或者唔會隔到佢哋好似各有各咁，完全冇互動呢？咁呢一個又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咁我諗喺設計上面，第一件事就係，因為我哋要連接唔同嘅交通網絡同埋即係社區網絡啦，所以嗰個樓層嘅高度都係一個大嘅挑戰嚟嘅。例如其實地鐵站嘅天橋係喺1樓嘅高度啦，咁但係喺即係牛頭角嗰邊嘅街道就喺ground floor 啦，咁我哋要連接埋去啦。咁劇院本身咧，因為有佢嘅座位嘅入場嘅門口，同埋佢嘅舞台，同埋佢嘅後台嘅高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高低嘅，咁所以要將呢啲所有夾埋一齊去做個設計呢，都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嘅事情嚟嘅。咁喺設計嘅過程中啦，我哋有好多嘢係要不斷咁樣重複去將唔同嘅因素擺埋一齊。即係例如我哋嘅外立面啦，其實望落去係一個好簡單嘅玻璃幕牆啦，因為嗰個大堂佢係需要有啲排煙嘅設備嘅，所以咧我哋將啲排煙窗咧就係結合咗入去嗰個外牆嘅設計入邊嚇，令到佢係一個整體嘅設計咯。另外一個層面嘅挑戰就係技術上，因為始終一個文化中心佢係演藝活動為主嘅，個劇院啦、個黑盒劇場啦、舞蹈室啦等等咧，其實嗰個技術要求好精準，你歪啲都唔得嘅。即係譬如呢個劇院後邊咁講，我哋想個樓高啲，個音響效果可能又差啲嚇。即係我哋想個嗰個我哋叫做個 configuration 稍微變啲，即係就嗰個空間個美感，但係又要顧及音響效果喎，又要回聲喎，又要反射喎，又要顧及嗰個視覺，所有嗰個觀眾嗰個視線，其實可以講話綁手綁腳嘅。咁但係喺咁多個限制之下，又點樣能夠做到一個係令人舒服啦，同埋有個性嘅劇院呢？咁呢個就唔係我哋自己單獨一個專業係去做嘅，係一個唔同專業嘅團體一齊做啊，包括音響效果嘅設計師啦，包括戲台設計師啦，結構工程師都係啦，因為大跨度啊嘛。咁所有呢啲個團隊嘅成果，就係我哋呢個設計流程裏邊嘥咗好多時間落去，先至到咗今日呢個咁樣嘅效果啦。